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壯年 Theo。日常喺 Chewy 上鐘過後，喺酒精嘅加持之下，硬係想食翻啲熱燙且又味濃嘅粉麵。希望呢一期酒後快碳補充指南可以幫到同我有同樣需求嘅你。強記竹升麵，凌晨3點幾仲可以食到海蝦淨雲吞、白灼豬肝同埋薑蔥撈粗嘅鋪頭已經唔多啦，而且呢個薑蔥調味都 OK 㗎。善好鮮黃牛，好多人都以為呢度淨係提供火鍋，但其實入嚟淨係食翻碗牛肉果條都係完全可以㗎。我基本上每次嚟都係直接安排一碗50蚊嘅牛肉果條、雪花、吊龍士餅，通通都必須安排上。喺咁多牛肉嘅加持之下，呢啖湯嘅鮮甜程度，我強烈推薦啦！潮苑香港牛腩粉麵呢間店我係從教育路老店就開始幫襯㗎啦。呢度啲崩沙腩真係完完全全生咗喺我嘅審美之上啦，口感並唔乾硬，死身冇乜壓力，而且仲有一定嘅肉感。更加重要嘅係呢度嘅五香底味調得相當唔錯，我強烈推薦啦！呢一啖濃郁嘅湯頭令我諗翻起我前2日都食過另外一碗麵嘅湯汁都係相當濃郁。太和宮魚粉其貌不揚嘅小店，做嘅品類相當小眾，主打嘅就係魚雜粉，而且呢啖魚湯嘅魚味相當濃厚，可以食辣嘅話一定要試一試酸辣口味，我強烈推薦啦！華叻強開咗10幾年嘅老店，我都堅持幫襯咗10幾年。雖然呢幾年佢嘅全蛋豬油撈麵從8蚊升到18蚊，但我依然心甘命抵咁去支付㗎，只為咗呢一啖喺其他地方根本食唔到嘅獨特爽脆口感同埋清晰蛋香，而且仲唔帶任何一點鹼味，我強烈推薦啦！用蝦子湯嚟淥牛三星都係呢度嘅特色之一，嚟都嚟咗啦，記得試試。李州記廣潮福粉麵白滷水食家，藏身巷仔之中嘅小店，營業到凌晨2點都係佢嘅一大優勢。酸辣鹹鮮嘅冬陰功湯粉同埋鮮辣過癮嘅酥麻藤椒湯粉，都係我首選嘅湯清味濃唔油膩嘅粉麵。實在食唔落主食嘅話，嚟翻份南澳蠔仔魚蛋紫菜湯都係極好嘅選擇啊！